第一阶段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注入。今年麦当主国产的高端疫苗，也毋过嘛引起争议。有哪样立委就质疑讲，高端的流感疫苗临床试验的资料无够完整哦。小数是强调讲，高端疫苗有效法规，伫韩国佮台湾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嘛，拢证明讲有效性甲安全性拢无问题。做一下就会当预防流感病毒。第一阶段公费的流感疫苗已经开始做，包括65岁以上的4大人等等11类的对象。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的家医科门诊的公告，10个流感疫苗的牌仔是高端，有真侪4大人去病院领慢性签的连续处方签，先刷注流感疫苗。本来是听到高端有点怕，可是医生说那个是进口的，然后高端分装的，我就想说没关系啦。甲我煮较好就好啊啦，煮迄个会使感冒着较较好就好安尼啊。卫福部一管署今年拢总是买700万剂流感疫苗，包括国光、赛诺菲、东洋和高端等等4间。高端是第一摆加入公费的流感疫苗，不过却引起真侪争议，甚至是出现一堆人拒绝做。除了部分地方政府是禁止高端入去到学校，嘛有哪样的立委质疑讲，高端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资料无完整，无法度互民众信任。对这食药署是回应讲，高端的查验登记拢有符合法规。即使他在国外做，他也会把不同的族群也纳进去，不一定要到当地不同的国家去执行。食药署强调讲，综合韩国和台湾临床试验的结果，确定高端流感疫苗会当支持疗效和安全性、和接性的试验评估，嘛显示讲无做观察的疑虑。另外，高端申请审查的资料，根据药事法的规定，是营业秘密资料，未当公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